唔關我事啊！有冇左右大局咧？唔知有冇左右大局啊？冇嘅，冇嘅，冇嘅。老師就好公平嘅，喺佢心目中咧，個個都係唱得好好嘅，一路有進步就得啦。係啦，好嗱，我哋今日咧，首先我哋今日日頭嘅獨唱環節嘅同學咧，就真係非常之精彩啦！每一個都即係進步突飛猛進啦嚇。跟住我哋頭先正話9班嘅班歌比賽咧，雖然我哋叫比賽，但我哋叫友誼賽嚇。咁每一班都係有進步嘅，大家喺學習呢個3重唱嘅過程咧，係比以前係快咗。係啦，真係嘅。好精彩。咁樣已經係可以㗎啦。OK， 老師係收貨嘅。咁啊，俾掌聲大家先。再俾掌聲老師。咁俾掌聲阿思怡啦。俾啲掌聲我哋嘅評判俾啲掌聲你哋自己同講先。咁我哋嘅指標咧，通常就睇啲人有冇換衫嘅。如果佢哋冇換衫咧，就即係覺得自己勝數好高嘅。老師今次咧就好特別嘅，佢話除咗冠亞季軍咧，仲有優異獎嘅喎。咁呢個優異獎咧，我哋就叫做第5名啦。上嚟同老師影相係嘛？上嚟同你影相好？係都可以。係都可以嘅。可以。唔係，好歡迎嘅。我先講呢個優異獎嚇，2個優異獎嚇。第一個係萬步人生路，星期4晚班嘅7點至9點。優異獎請你哋上嚟同老師影相。優異獎星期4好勁㗎啦！咁我哋有2個優異獎嘅。攞到優異獎你哋要今晚要開心到瞓唔着㗎啦！有咩獎嘅老師？有得食啦，有得食嘅啫，就唔知邊個請嘅，冇講明嘅。好啦，我哋影相嚇，老師企中間。好。閃閃令嘅靚牌。嗱呢班咧就覺得自己會攞大獎嘅，就冇乜人換衫。我哋星期4晚班咧，其實有好多新嘅同學嘅，有啲真係學咗幾個月嘅鋪面啦，有好多靚仔靚女加入啦。咁我哋今次咧好有咗，我哋覺得好開心嘅，因為佢哋都，我哋今次咧係我哋有4隊係和士歌手，但係我哋有4隊都係合唱，所以我哋一班裏面已經出咗8個人。今次參加和士歌手，全部都係新同學，鋪下歌先。所以我覺得大家都我哋玩得都好開心。好多謝咁多位評判。影相時間。企密啲，唔該。OK 嗱，預備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好。OK good。好，再俾個手指下，1、2、3。OK good。好，跟住，跟住下一班嘅優異獎，可愛一朵玫瑰花，星期5上5班10點至到12點，有請。星期5上5班嘅同學有請。都係好整齊嘅隊形嘅，都係好有信心嘅，覺得自己可以攞獎，終於都係可以攞到獎嘅，好開心，恭喜晒！好，望住我呢度，望住呢度，唔該，1、2、3，俾個 like。
1、2、3。OK good。緊張嘅時刻到啦。哦，季軍第3名，可愛的一朵玫瑰花，係啦。星期五下午3點至5點8，有請。真係恭喜晒，好唔錯嘅，係啦。今晚同學都唱得，其實今晚個個唱得好好，我都覺得係。我哋互相切磋嘅啫嚇。有請有請。玫瑰花都唱得好好。佢哋9個比嘅。陣容鼎盛啊！望住呢度，最上面呢度，1、2、3，等等啊嚇，俾個 like。OK good。恭喜晒！好緊張時刻啊，老師。緊張時刻啊，係啦，跟住我哋宣布亞軍喎。哦，阿君，由老師宣布。你哋話阿君係邊班啊？玫瑰花。你好中意玫瑰花。咁我哋咪有機會。好，阿君咧係邊班好似神父啊？佢哋起碼服裝係好優勝嘅。邊班係神父啊？哈利路亞！哈利路亞！佢哋點解都唔換衫㗎？自己都唔換衫。哈利路亞！一定上台啊！知道自己。好靚嘅服飾。阿君喎，殺得出去咯喎！話俾你條衫係咪好搞笑啊？跟住你睇我哋嗰個着身拖鞋幾靚。企兩個喺依邊，企兩個依邊。望住呢度啊！1、2、3，俾個 like。OK good 好。再嚟多張，1、2、3，望住鏡頭。OK 好。哈利路亞，恭喜晒！哈利路亞，恭喜晒！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。緊張時刻，緊張時刻，好緊張時刻，冠軍人馬由老師宣布。邊班勁話？星期一1點半。邊班啊？星期一。星期一。我都係星期一嘅。星期一好多班嘅，夜咗少少，眼瞓。係啦，好呢個啊嗱，唔好驕傲啊，繼續努力啊嚇！所有嘅班都唔會驕傲啊，我哋繼續努力嚇。好嗱，呢個第一名啊，漫步人生路，星期一下晝班。又
次又包尾啦。望住呢度。發揮得好好啊！望住呢度，最高呢度，1、2，望住上邊，望住上邊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OK good。恭喜晒，恭喜晒！爆冷啊！今日爆冷。係啊，爆冷。係啦，冠軍旗喎。望住呢度。冇得獎項唔緊要，唔好灰心，繼續努力嚇。下次到你哋啦嚇。我哋上次都係包尾嘅咋。好，唔該。望住上邊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OK 好。恭喜晒冠軍人馬！2026年1月7號，柴灣青年廣場再見。今日我哋多謝上環文娛中心演講廳嘅台前幕後各位工作人員。